各位亲爱的台南爱陶瓷的朋友，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台南美学馆附近的永华一街。每个人走进这个街道，你就会看到3栋非常古雅的建筑，然后你很好奇，一抬头看，这是哪里呢？晚沙2个字映入你的眼中，所以让我们一起进来参访一下晚沙艺术展演中心吧。陈总监，这是我们晚沙艺术展演中心的执行总监陈世荣陈总监。美霞老师好，非常欢迎各位观众，这里是晚沙艺术展演中心。好，那我们请陈总监带我们来参访一下我们的晚沙吧。好，非常的欢迎。好，美霞老师，这是我们晚沙艺术展演中心。第1个馆艺术馆，哇，看起来很漂亮哎，我喜欢这种高贵的蓝色。谢谢赞美，谢谢。那这样的一个馆看起来挺大的，那我们都在这边举办什么样的活动？音乐会啦，歌剧表演、戏剧、舞蹈。对，我知道，其实晚沙很特别，是它每年连续好多年了，都会有一场的歌剧。对，然后呢，带给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其实非常好的，不仅是音乐的赏乐，而且音乐的教育，对不对？对。这个场地这么大的话，那一般来说，它可以容纳多少人来这边听他们的演出呢？好，如果说是纯粹音乐会的话，可以做到380个人。哦，那比如讲，如果说我们有制作歌剧演出的话，对，因为有乐团的关系，乐团要在这两边，所以基本上只能做到接近300个位置而已。对，所以每年的歌剧呢，事实上我就发现是晚沙给台南非常好的礼物。对，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家福中心的小朋友，也可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也可以欣赏到很好的音乐。所以这个地方总共容量300多，我想可以让很多喜欢音乐的人来，也让很多我觉得想要让自己呢音乐有所展演的年轻的音乐艺术家来，知名音乐家来，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场合呢。谢谢。那我们晚上好像还有另外一个馆，对不对？对，我们晚上还有第2个馆是永华馆。哦，是。对，然后我邀请老师到我们第2馆参观。好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那个永华2馆。好，谢谢。好。美霞老师，嘿，这是我们晚沙艺术展演中心第2个馆。哦，第2个馆哦，了解。这个馆一般来说也是做表演性质的吗？对，它也是一个表演性质的，它有音乐会、戏剧、舞蹈都可以。哦，都可以哦。对，而且那这里面的容纳量有多大？就是比刚才艺术馆还少，就是它容纳到180个人。对。哦，这样子。我在这里其实看过很多表演的，而且很特别哦。我们台南市的茶联在这边办过美丽的茶席，对，所以可见这个空间其实有很多可以展演的可能，就对了。对，所以呢，如果喜欢艺术的朋友，你不要忘记哦，这个馆呢，事实上也是您常常可以来拜访的地方，可以举办活动的地方喽。欢迎大家来。对，那我们其实每次为了活动都有很多的，比如说演出的这些来宾啊，或是演出的演员，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准备。我记得我们这个晚沙艺术做的一个很贴心的，就是推广中心有另外一个空间，提供这些人他们休息的可能，对不对？哦，来，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人家一直在传说中非常温馨的所在。来，美霞老师，这是我们的最美空间。哦，最美空间耶。对，好。来，老师请。好。哇，这个空间真的感觉很漂亮哎，很浪漫，像这个温暖的家的感觉了哈。是的，对，这个空间它最主要是让观赏的观众先有一个休息大厅的概念，然后我们其他的层楼，就是作为我们平面艺术的展览。哦，真的哦。对，所以难怪你看1楼啊，有沙发呀，有客厅呀，有可爱的卡哇伊的娃娃，给你感觉真的好像回到家的感觉了哈。是的。那我想这个温馨的布置都看得出很多那种轻巧的小思，那这个巧思里头，我想应该就是我们整个最美推广中心的小秀，它其实很大的用心。对。那我们曾经在这边办过比较特别的展演有哪些呢？每一年其实台南市举办的新艺奖都会在我们这边办展览。那像一些大学的美术系啊，像台南艺术大学啦，
他们都会刚刚毕业的艺术大学的学生来到这里，他正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空间，没有压力，又可以真的让大家来邀请到这个空间头参观他们其实刚刚初出茅庐的作品。我觉得其实这个整个最美艺术推广中心呢，它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艺术本身门槛没有那么高。它就是应该亲民，它就是应该带着很多年轻人一起来做艺术。不管是我们在艺术馆里面的邀请小朋友来看歌剧，或者这边提供很多年轻人，他们可以来这里做展演。我想呢，都是小秀呢，他默默要成全的心愿。小秀非常低调，我们甚至于台南爱读册呢，在每一集的播出的时候，我们为主要的邀请的朋友做的策展，策展里头所需要的新版书，只要图书馆没有的，都是最美空间来提供。所以最美艺术推广中心，事实上它真的是一个默默在付出的艺文的工作者，值得我们敬佩。在这个墙上呢，有几段话，我想念给各位朋友听：青春激情浪漫，岁月洗练成熟，残烛品味豁达，秀玉还极尘烟。我发现，当一切的繁华归于沉寂的时候，繁华落尽见真纯那种美感，事实上就是我们晚上给各位最好的艺术与浪漫。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总监为我们做这个详尽的介绍。好，谢谢。谢谢。